震动，还是关机安尼。就是咱用虔诚的心、甲敬虔心来敬拜上帝。上帝啊，照你的慈爱临于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嘛咧洗清我到无罪，
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定。伫你的目睭前行即互歹，直到你讲话的时显明罪义，判断你的时显明公道。这是请赞美团来团咱来学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能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让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一起拍手来赞美他。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他无恙神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他无恙神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谁在今
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谁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谁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用祷告来赞美他。在天上的父，主你是唯一的真神，主你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每个人的神。主你是满有恩典、慈爱、怜悯，主你是信实到万代的主，主你在昔在、今在、永在，永远都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是要何等的来亲近你，主，我们何等的来爱慕你，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你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寻找到的那位神。主，求主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每个人重回主你的怀抱。主啊，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的天父，你就是爱我们的那位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再唱一次。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谁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谁在今在永在的神。再一次对他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谁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谁在今在永在的神。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自在细女玛利亚出世，伫宾州比拉多林内受苦，见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行，我信神，共同的教会，相同的相通，最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感谢俄罗你，因为大神有你的听。你的拣选，互阮有做囝儿，互阮有做阮，会当成做主的囝儿。你也爱阮互相相听，互相用你的恩赐来互相来服务，互相来帮助，来建立一个基督的家庭。你也爱阮时时刻刻有水的时间来努力来打拼，求求阮的软弱。无当尽心尽意尽性来为主你的工课来努力，求主你搁一遍来赦免，求主你的灵也时时刻刻感动阮，带领阮头前的脚步，互你的平安和平喜乐拢顺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成做主你爱的器皿。这是阮伫这个所在，为着阮的家庭。为着阮的社会，为着阮的国家来代祷，求主有你的眷顾，伫阮的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互我们伫生活中带领阮伫和平、甲希望、甲听。阮的兄弟若是有身躯来无爽快，还是精神怜悯上、怜悯方面软弱，求主你会听。甲因同在，互因伫软弱的时阵，会当亲身体谅主你的疼，甲你的同在。阮也知影，这风台也将伫中南部来成立，求主通你也看顾这个所在，互这个风台会当应用减轻，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得到平安。只是你的灵也运转伫这个所在，通过蔡长的喙讲出你的话，互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准则。互阮作为阮彼此的祝福，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现在请圣歌队来学乐。这是咱共读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第10节。第3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着阿罗。伊伫基督捌手术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
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先，伫基督拣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圣，无通嫌。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的大先，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互伊稳定的阳光顶着乌路。这稳定就是伊伫所听的囝想事的，踮伫伊，咱对伊的血得着赎回，赦免罪过，照伊稳定的富有，伊将即个稳定用逐项的智慧甲建设，使使咱着满满，已经互伊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就是伊伫本身所带先定着的，要伫遮的日期圆满的时，使我互万米，无论伫天里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这是请蔡长老来讲道，今日的主题是丰富的人生。因为这平安，世界水平要讲平安，上帝平安降临伫每一个人的顶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顶礼拜，咱有去到健身国中做趣味竞赛，4队的中间，哇，大家算啊足欢喜的。4队中间，阮第4名，要怪啥？怪品清，因为品清无去，所以阮第4名，所以品清责任都在你身上。这中间的时阵，咱感觉一个大家庭，那是一个大家庭。普通咱也差不多在比赛中间开始会计较，讲你犯规啦，你偷跑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结果吼，大家拢多算啊，唔知人伊尔，拢无咧计较即个对啊，即个计较唔对。第1名到第4名拢一包卫生纸，品牌无共掠。这个情况足欢喜的。好，我尾下铺一个影片出来，咱迄个许爸爸，吼，大牛迄个。那个就是快乐。我们有什么好计较？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好计较？什么叫丰富的人生？什么就是你的人生，感觉足丰富、足快乐的。咱有当时感觉讲，哦，我计较东、计较西。今日用我都想，真到位啊！吼，我对8月初开始接咱的国际人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院长兼主任委员。那是一个全职的，然后因为大选伫要到，足侪外国的人要来，咱的国家足歹甲外国接触，要用人权，人权没有国界，所以我们又设立一个国际事务小组，召集人是蔡松义，我刚才要讲台语呢哈，后摆咧看要对甲斗相共。总之，我们人权委员会除了个国际事务小组，那也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他说，反正选举快到了，你现在担任。我嘛去做国际事务小组的召集人，所以讲我8月中我都毋知安怎过，拢中昼是咧食便当开会，然后呢一过啊暗时到，我到拜四啊伫宜兰的龙山林，我毋知你捌去过无？足水的，结果伊拢讲足水的，有温泉有诶无诶，结果龙山林我去食饭了是去顶外咧准备道理，大家想着讲来到即个所在无泡汤，敢若无菜，进去绕一个汤池。想着要开始浸的时阵，想着讲一定10点外对1点嘛，无安尼，到即个所在无泡完歹势，阮太太无伫咧食泡汤嘛无趣味啦吼，浸落去，佫爬起来讲，我有泡汤了，然后困。一个礼拜过得很快，总是丰富的人生。咱顶礼拜咱顶面讲4讲的时阵，说到哥罗西书，讲到哥罗西书，过来咱的6讲要讲是以弗所书。其实以弗所书讲的是上帝、基督甲教会的关系。这是我真感谢主。顶礼拜送阮拄来，要来以前，我有问过园长的意思，讲请送甘道，讲园长我遮好个啊，请送甘道。本来他要讲的是信仰的真观，上甲我讲我要改我的题目做神的器皿。我说好啊，讲我要不要讲那个讲道大纲先给你看？我说不必啊，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唔知上面讲啥物，然后。有这个机会让我跟他好好去利用这一次来的机会跟他好好去谈，我才发觉到说这2年来他在南省他受到的排挤，甚至他签切结书，因为他有案件在身，所以信仰不好，所以他要签切结书，
说他用无罪才可以真正认男神。所以我说你签没有？他说我签啊，因为我相信我是无罪的。8月9号，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说确定上任所有的民事、刑事诉讼都是假的，都是无罪。可是我一直很好奇，说他的写什么理由？因为2审的理由只是写说这些犯罪不足以证明，讲的有点含糊，但是他很确定说你是无罪的，但是是不足以证明。那到8月26号、8月27号上面讲到哦，到8月26号晚上，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才出来，隔了2个多礼拜，出来以后我看了一下，我愣了一下，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将起诉就是不应该。他把起诉一一的断章取义，而且扭曲事实写出来，把一审的判决书甚至把医生的证词扭曲掉，摘录证词，他们的证据造假，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愣了一下，难怪写了1年，到最高法院到1年才判决下来。这1年其实我们也蛮煎熬的。可是他就是在神学院里面一直被带一个有色眼光，一直被排挤，所以他变成没办法融入他的团体，他的退群大概都被退光了。那突然他看到无罪，他在要跟你准备得利。我讲上恩最高法院的判决出来了，安怎？判决书对你写得非常清楚，说那个起诉真的是很草率的起诉，有目的的起诉，那个判决真的是对你故意把你判有罪的判决，所以2审判你无罪是正确的。最高法院来补充为什么叫无罪，写了很多的理由。然后他问我一句话。那爸爸这样的话就还我清白吗？我说，在神的面前中你是清白的，可是因为当时起诉就一大篇了嘛。我们台湾有个现象，公你有追寻一大篇哦，然后等你确定你无罪哈，报纸几乎看不到。有了8月9号那一天有很多网络新闻都有，之后再来就没有。为什么判无罪？所以我看下面有些留言啊，他爸爸是民进党的高官当监委，所以他儿子是无罪。我们的人生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我就突然感受到，我们如果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主所重用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主真疼的人，那教会就是一个丰盛的教会，就是一个健全的教会。所以我用人的角度开始来讲我们这些，在第1章里面，其实在告诉我们是一个恩典，恩典的意义。但是我用丰富的人生，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第2个，在跟人讲我们这因恩典的神所有的这些恩典里面，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意义在讲说得救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会先停掉，下来是得救。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得救，什么叫得救？我们说拣选，上来刚好讲到神的器皿，讲到第1个字是什么？非我贤的耳是拣选。精算，有人讲是上帝选民的精算，上帝选民的拣选，所以上帝不公平，为什么特别选犹太人是选民？因为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不管是诺贝尔奖金融各行各业，他们就是独树一格，所以难怪希特勒那么讨厌犹太人，因为只要犹太人把他灭掉，希特勒认为他们雅利安的民族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嫉妒的会让人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所以我们第3讲里面，我们要开始慢慢讲我们主爱的人生，主怎么去爱我们。其实我们在讲说，我们在里面的丰盛里面，上帝跟基督跟教会跟上帝同在的恩典。可是我们就是一个主爱的人生。接着第4讲，我们要开始那慢慢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怎么当做主里面的工人。我们开始慢慢要讲我们的人生。什么是光明的人生？最后说我们怎么跟仇敌去对抗？所以这些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全3章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是坐着。有人前面有啥咪讲？我这里7岁的草坡，我坐在青草地上，那是很美。比如说5年来，我知道上恩这5年来的官司对他来讲，他是航太系是一个最热门的科系，他要升教授了。他拿到很多的计划，他可能以后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这5年来全部都泡汤。有时候我问上帝说 ：“Why？ 为什么？”我太太一直哭。为什么？可是想一想，5年也不长嘛，人生5年怎么长？
这5年上帝有他的旨意在，我们都相信上帝有他的旨意在，但是上帝的旨意在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相信凡事交托。5年来，他的计划全部中断，最后他要被迫离开学校，他就一个人。之后，他就上帝感召他进入神学院念书，学业成绩得到第1名，很多的老师他的期中考都是非常的高，最后学末的成绩是倒数第1。为什么？他说他信仰不好，因为你有案在身。这个有时候我不是神学院的标准。那个主耶稣基督说，那个奸淫的妇人，你们有没有罪的人拿石头打他？我们神学院是没有。根本没有罪，石头已经丢下去，最后发觉到那个人是无罪的。然后他笑一笑，纵然这些老师把他打最低，可是综合的平均的分数太高了，他也是第1名。等他到语约毕业以后，他可以出来开始传道，然后再告诉他说：啊，你现在8月9号我们才正式确定你第1名，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正式念神学院到硕班，所以我的儿子还要2年，因为照教育部规定要念2年，所以他开始正式当到硕班的学生，还没开始哦，在9月中才要开始。然后他问我说怎么办？我学分都修完了，学生说那你重修啊，所以他的学分要重新再来修一次，这些老师要重新修一次。他说大概台湾史上第1例，可是我跟他讲笑一笑，我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增进你的学问，你可以修得更多。他要再修2年才能毕业。然后我就问我跟院长在开玩笑，院长说那这伤脑筋了，他已经第1名毕业了，所以他要再来修2年。啊，再来毕业的时候不晓得这个第1名是他还是要再换另外一个人第1名。我说都没关系，不重要，学校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他多念书，多学习。多去探讨，尤其他这段时间把希伯来文念得非常的好。如果他不是去神学院，他会念希伯来文吗？到现在的牧师哪一个啊？就讲这样不好意思哈，就是真的研究希伯来文的有哪几个？那很难的一个学科，所以他就干脆研究希伯来文，才真正知道圣经的意义。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我们所讲的丰盛的人生，我们知道以弗所书里面，我们都说。那个教会借着基督的丰盛，那么哥罗西书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也就是专在以弗所书的丰盛。可以弗所书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以弗所书里面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的丰盛是得到上帝的救赎，得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所得的代价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们最后会得救，得救是下礼拜要讲。所以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是人生？既然我又讲人生嘛，那什么是人生？我们说人生如戏呀，人生刚才最戏呀，所以我们及时行乐嘛，反正人生苦短啊，及时行乐。你看每天酒家啦，每天那个豪华餐厅都一大堆人要及时行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像一台戏呀，让天使跟世人观看。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在看呢，上帝是大导演呐。你不要忘记，你所扮的每一个都是角色。今天来上圣乐队是每个角色。今天因为台风天，我们就把品清吹来了，那是上帝的角色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今天我们看让赞美飞扬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到说，真的是神让赞美飞扬，我们要随时赞美呀。这些技术为着彩英姐那个巴士量表。巴士量表本来就是在糟蹋人巴士量表过了以后，跟他糟蹋起中介。可是我都跟他讲说，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我妈妈15年中风，我爸爸2年17年，我都在请中介，都在请外劳。我现在称为移工，我们台湾创造了很多的名词。那结果呢？还不是大部分的钱，起码1半到1/3都要给中介拿走，公平吗？没办法，因为中介还要分给某些人。我到建山才知道这些事情，我就开始立案调查。可是有人理你吗？不太有人理你吗？因为这牵涉的利害关系太大了。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像什么？海啊，人生苦海，人生是苦海，生老病死，人生足艰苦的啦。所以搞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这因果关系，你今天这辈子受苦啊，你先做好事啊，搞我救较济嘞，
奉献给我多一点，这样的话，改天啊，你下半辈子啊，就不会流于畜生道、七道轮回，会当叫做人道，你会当加做人，啊，加做人个想法个无好嘞，那不是很可怜吗？为什么要轮回呢？为了要解释说为什么死了这艰苦，啊，你在红的我较济咧，说我们要轮回，所以你现在刚刚先跟人讲，做说给了讲，你在第世上你有苦难呐，你们有苦难呐。可是我说你们可以放心，那主耶稣基督的保证哎，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从此呢，无罪最高法院那个判决书看完之后其实我眼眶都红的，因为我上的事情理论上司法界跟我很熟，可是我从来没有打过一通电话，没有问过一件事情，因为我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有一位神他会帮我做主，有一位神。所以看到我那个判决书，最高法院讲得很清楚，起诉就有目的，故意起诉，滥行判决第一审。可是呢，讲这个有用吗？就对我来讲，这个都已经过眼云烟了。为什么？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伤害已经造成，他本来正在发达的他的事业，一个航太事业，连台中的齐立平所长都已经找他去了。他当教授就可以到台中去，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像我们国安产业是很多钱呢，航太产业很多钱呢，尤其成大是国内航太里面第一系。结果呢，这对他来讲都没了。你想想，5年离开学界，他的研究计划全部被迫中断，重新开始吗？太难了吧？可是那重要吗？昨天到半夜1点半，他突然又来一个给我说：“爸爸，我看一下课我非修不可的。可是那些课有些老师都，当时我的期中考分数都最高，可是到毕业成绩都是最低的，因为老师都说我信仰不好。”我就笑一笑说：“啊，你都无罪了，应该信仰比较好了吧？”可是我不知道，当时耶稣的时候还会跟他们辩论，还觉得耶稣人还不错。12岁的时候。可等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变成十恶不赦的人，因为他抢了他们的风头，所以相对的，那个人生如梦啊，专做梦蝶啊，人生如梦啊，就是梦一场过了就好了。人生真的像如梦吗？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在传道时的时候，每次在告别式的时候，跟他讲说，那是虚空的虚空啊，人就是虚空啊。那个陈明熙老师伊做一去跟咱讲啦，鼻孔压了无好人啊，人生都有抗议嘛。可是我们经常讲，人那个传道书的第3节告诉我们说，那个世界万物都有它的期，万事都有它的期嘛。在第11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上帝所创造的都有它的美好，只是我们无法测度。咱想不出来，上帝其实拢是真水的意志。我相信，我确信，阿们。他真的美好的旨意耶。所以他教我们什么？去圣经，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对于这些话里面慢慢觉得你释然。人生就是如梦，那又有什么关系？那个梦是在跟上帝相连接在一起的梦啊。我们说的人是什么？人是虚空的一场啊。那个人生啊，70岁啦，用状态到80岁，伊其中所夸口的，拢是安怎？落苦忧愁啊，都是劳苦愁烦呐。他一经过，咱就飞去，为什么？一切就飞过了，人生一下就过了，劳苦愁烦。这5年来，其实我太太有时候想到，她就说一直很难过，一直很难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就跟她讲说，那为什么不发生在别人身上？与其发生在别人身上，就干脆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比较好，因为我们比较承受得住嘛。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搞不好他就自杀了，搞不好他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不是更不好吗？就与其这样，就干脆发生在我们身上好了。我可以接受他，因为我觉得上帝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去接受他，这就是人生啊。我们人生有主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应该坦然无惧的。所以今天以弗所书第1章在告诉我们3件事情，都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就圣父的拣选；第二个是什么？圣子的救赎；第三个再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印记。但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讲的那么多，我们就圣父的拣选，因为接着上个礼拜的讲到，就接着拣选，我们来讲真的所有的拣选。我们注意看，
每个经节的最后面都讲到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哦，上帝应该得到显现呐！不管是上帝救圣洁，上帝竞选圣洁继续个圣灵的印记，上强是安怎？哦，上帝应该得到显现呐！我记得8月26，我跟上讲说最高法院判决出来，他没有激动我发觉说，我这个小孩子长大了，真的是长大。一般的人应该，你看我就知道，没有。他渐渐的说：“爸爸，我今天准备得力哦，你要他跟他讲，我今天不赢。”我听了我觉得好高兴因为他觉得准备道理比无嘴炮更加重要。之后隔了好几年跟我讲，那最高法院的判决我就赖给他，让他看一看，他说：“那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然后第二个句号问我说：“那社会会知道吗？”我说：“不会。”那再来怎么办？我说没怎么办，就是这样。可是神学院跟我讲说我要重新念呢，再重新再念2年呢。可是我都修完了呢。神学院说没关系，你最少要修因为最少说难听一点，你要在神学院2年就对，在2年才能够毕业。这2年中依照教育部的规定，你要每个学期至少修6到9个学分。我说没关系就修啊，既然有这个规定就这个规定啊，反正你把它创造台湾历史上第一例也好啊。念过2次的神学院，那第2次看会不会也是第1名毕业？反正这是上帝的旨意嘛。所以我们让他的得到荣耀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一起来念一次：神创造人的目的，在使人的生命得到丰盛，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在座的每一位。就像上次我讲的，以弗所书2章10节最新的翻译本是：你们是上帝的杰作。我相信我的儿子是上帝的杰作，我是有瑕疵的啦哈，我觉得我是有瑕疵的。可是我觉得在座的都是上帝的杰作，没有瑕疵，只有我有瑕疵。可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我们为了杰作，我们为了让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圣父的拣选。我们所看到的以弗所书第1章3章4节告诉我们什么？愿荣耀归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父上帝，他在基督上刻上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因为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记住哈，在创世之前，你说创世之前神真的认识我吗？我不是现在才出生吗？对神来讲。它本来就没有时空的背景，它不是3D 的，它是4D、5D、6D， 它是完全你还没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命定你。所以在上帝里面，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爱心，是什么？是预定。所以我们神学上有一个叫预定论，当然这个预定论有一些争执，可是圣经说告诉我们是预定，神预定的我们。今天可能阿秋问我说：“没有吧？那是我爸爸。”当长老啊，所以带我来教会啊，所以我当基督徒，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我来当基督徒，我是第几代、第4代、第5代。上帝拣选你既然你能踏入这个教会，是上帝的拣选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的拣选还有一种是什么？上帝让你有选择权上帝拣选亚当、夏娃，其实亚当、夏娃也没办法拣选，就是他们2个嘛。可他还是给他有选择权他可以选择吃生命树，他可以选择吃的是善恶果。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问题是你要怎么选择。我再强调，问题是你怎么去选择呢？在上帝给我们选择权的时候，上帝在预定论为什么选择权呢？你会问我说，那上帝为什么选择我？上帝为什么不选择许德雄先生 ？Peter 的头发最起码比我漂亮，不信你去看他的头发，他头发绝对比你漂亮。但相对的，上帝的拣选。都有他的上帝的目的的存在，是老早就预定。有时候你觉得说，那这样上帝的话是公平吗？我们的人的拣选是什么？看我的善恶，看这个人的外表。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还要相亲相亲的时候还要特别讲一句话：年高年风高风，温贵高冻哦，鸟气的囡仔会怕冻。我们要门当户对，可上帝拣选没有门当户对这句话。上帝拣选是看你。今天看到尤利来，尤利，你就是我所拣选的，怎么会是我呢？
上帝的拣选就是很奇妙。上帝是他的随他的意思，随他的旨意，他的拣选，就像我们对小孩子来讲，我相信我们都说我们都很普遍的爱小孩，可是当父母的心里都有数，会特别爱哪个小孩，你不要不承认。什么理由？没有理由。我再强调一次，父母连对小孩子都有特别某一个人特别宠爱。尤其如果像古代生了一大堆的，都会对一个小孩子特别宠爱，有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所以为什么你逼上帝讲理由？上帝本来就没有理由。人的拣选有很多种，可是上帝的拣选是什么？是预定的。他们叫做预定，他们就预定我们林牧师就是要来当牧师，要来带领我们。上帝的预定是在各种方面上，上帝本来就在拣选我们。所以很重要的，上帝是根据他自己的主权、他的意志来拣选我们。但是你要不要接受？那是你耶，这就是光荣耶。今天上帝要拣选你当总统，总统好累哦，你放心好了，要当总统的人很多，甚至我们首富都想当总统。上帝的拣选有时候给你很多的机会，但是你没有去把握。所以上帝拣选你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要赶快去把握住。所以上帝拣选的时候，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愿意被拣选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你愿意吗？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吗？我们要愿意被上帝所拣选，因为上帝所拣选的都是好的。我们在运动会里面，我特别请专家来帮我们摄影。那个玉婷的摄影真的是漂亮，可是你没有帮我修图看起来好老的感觉，下次要修图一下。那不管怎么说，上帝的拣选你是什么？在运动会里面帮我们摄影，上帝拣选你们在运动会里面帮我们吹那个，不晓得谁为什么我的瓶子里面水特别少，让我吹了老半天，那个乒乓球就跳不起来，这个应该怪人均，应该是人均的错。上帝每个人都说有他的拣选，你愿意被拣选吗？所以上恩所告诉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挥尔选我，乃我选尔。这是神学生里面最骄傲的一句话，是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真的这样吗？的确，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这句话，要彼此相爱啦。若你没有彼此相爱，上帝选你只是去糟蹋人而已。这句话本来我不应该这样讲才对，虽然说也应该要删掉，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被上帝所拣选的人，要更谦卑的服侍。上帝拣选我们是何等大的光荣！上帝拣选我们今天来思维，今天来思情，今天来上圣歌的，现在做各种事工，那是看得起我们呢，我们觉得非常高兴才对。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真的比别人行吗？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我就突然看到姚长老。他昨天有 po 了一篇文章在灵修代祷网，各位我不晓得有没有读过？那是在911的时候，那个葛培理牧师的女儿安妮，他们在访问他。他在访问安妮的时候，就问他一件事情。姚长老的牧师在讲说，为什么会发生911？然后安妮就很安静的回答：美国是清教徒5月8号。就像感恩节一样，我们到美国来，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几年来，上帝让我们国家强盛，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可是呢，以前老师会带学生祷告，然后家长抗议说不能将宗教带入学校，所以美国在学校不能祷告，也不能传扬基督的教理。当时美国的课本还有10诫，现在10诫不能谈呢，不能讲10诫，然后要讲爱的教育，所以老师不能对学生大声。现在台湾也是爱的教育，我太太赶快提早退休，为什么？真的没办法，爱的教育，你一不小心对学生，你们怎样功课都不做，那完了骂学生不行，可能要被处罚。所以我们的爱的教育长大的小孩，在社会才会被教育。我们管社大学4年大学，其实那4年大学对学生来讲有时候很残酷呢，因为都在7-Eleven打工的比较多，打工了4年，
最青春的4年就在大学里面浪费掉。就是讲一讲，我们在提倡爱的时候，所以我当国家人权委员，我愿意接受。我希望我们的人权跟基督教的爱是结合在一起的，才叫人权。先公义，后面那句话更重要：存谦卑、温柔的心，与上帝同行。没有与上帝同行，就没有公义，那不是 justice 是正义。我们要的是什么？是公义，是上帝的公义，是有爱的公义。所以姚长老那一句话，他讲了老半天，为什么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个案例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上帝很无奈的回答，孩子啊，是你们不许我踏入你们的生命。是你无法让我踏入你的生命，我精算你们居然拒绝我，抛弃我。我拣选了美国要成为世界强国，我将我的爱全部放在美国的身上，结果美国怎么样？抛弃我。美国的教育反而是提倡言论自由，所以吸食毒品、大麻是合法化。其实香烟也是我查的，我本来要希望台湾能够禁止香烟，结果被4大烟商追缴。所以我要禁止加热烟，结果那个法案通过了，我一直追到通过以后，我才发觉到已经1年半了，还没有施行法，所以通过归通过，还没办法施行。这是台湾这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相对的，不要忘记，是我们抛弃上帝上帝很无奈说：“你们不许我踏入你们的生命。”你们不许我踏入你们的生命，这多么让我们感叹的一句话！你们愿意让上帝踏入你们的生命吗？上帝踏入你们的生命是多么丰盛的人生啊！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吗？愿。甚至上帝踏入我们生命，你就会发觉到，你会得到那个最美好的福分，因为我们是按着旨意所得到，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名分。我们得到名分什么？得到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是什么？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上帝的名分，得到上帝的名分，我们就有15天的福气。所以成为儿女有什么福分呢？那我们可以有上帝的连续。你想想看，等你受伤的时候，上帝抱在你的抚摸着你。有时候我也祷告，跪在船上的时候，我觉得好难过。上帝怎么对我儿子这个样子？就干脆来对我好了，什么攻击都对着我，为什么要对着我的儿子？他正有一个大好的前程，可是对上帝来讲，可能那个不叫前程，那是人的前途，不是上帝的前途。所以有时候我告到哭泣，可是上帝可能在上面笑，这有什么好哭的？这给你最好的啊！你说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磨练？你会长大吗？上帝抱在你的耳中连续，就像上帝所讲的，你们不要烦恼你的吃，你们的喝，就像我们的那个祷告文里面叫做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只是贪图吃的比较多，一定要鱼吃，一定要鲍鱼。我们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很快快乐乐的去偷摘几粒麻巴拉后就可以高兴一整天？但是我们家吹啊多少不要对呀呢？今晚我去曼巴拉可能也无人会举吹啊多少不要跟我讲啊！我是很怀念以前那个台湾一粒麻巴拉，迄土巴拉足涩的安尼哦，台湾一粒啊到溪底安尼，衫脱起来走去溪底安尼，然后互迄个主人举支吹啊多少边安尼，甲你灌着屁股甲你吮好美的感觉。这阵好可怜，这个囡仔宝弟弟，昨天还去买史莱姆给他玩，好好玩。现在小孩子好可怜，我只是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好可怜。我们得到上帝的名训怎么样？我们得到上帝的福分，那是将来的荣耀啊！保罗先生讲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为了得到什么？上面的奖赏啊！你说啊，那个我看不到，那个太远了吧？可是今世就看得到，上帝会给你真的是那个最美好的今世，你就看得到，而且你们随圣洁无瑕疵。我们的圣经里面跟我们的翻译就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满有爱心。其实真正的翻译是什么？是有爱心，有爱心才能够成圣，才能够无瑕疵。所以这个圣洁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是跟世人不同的，是有分别的。所以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熏香之味啊！毕竟我不晓得你在新北市政府，人家知道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最起码在监察院，人家都说蔡崇义委员那是个基督徒。现在对基督徒的印象3年了，已经好很多，而且非常多。以前对基督徒都是好骄傲，现在好很多。我们要有基督徒馨香之气。这个基督徒是公公，人给做善的做善，而且做的还不会很差。而且什么叫无瑕疵？这无瑕疵里面要告诉我们，借着水的洗净，让我们毫无瑕疵、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且让我们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神和好之后，我们就没有瑕疵，我们是完美的。所以那一句话，你们都是上帝的杰作，要记住。以弗所书2章10节、2章10节所讲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更重要的是什么？在爱里。我们说上帝的拣选不是我们好骄傲，你看我音乐的素养好高，你看我弹琴弹得多好，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将你的爱付出？上个礼拜在建成国中的我们的趣味运动赛，我发觉中兴教会是非常有爱的教会。阿们。我真的感受到那个兄弟姐妹，不管你赢不管你输，大家都玩得好高兴。尤其玩得最高兴是那种在用杯子的那个玩得好高兴，所以我真的感受到你们有暴力倾向。我的好高兴有暴力倾向，这是快乐啊！我在想，他们说一直叫那个棍子要拿到上面，恐怕打到别人。可我觉得，如果打到别人，人家也不会计较。为什么？就是大家庭嘛。你教会的大家庭里面，第二个是圣子的救赎，但是时间关系可能没办法讲那么多。但是最知道救赎里面更最重要的是什么？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它是个很大的代价。希伯来书9章22节告诉我们什么？没有流血就没有救赎，无流血就无救赎。所以古早去献祭拢系什么？无瑕疵的啦，没有瑕疵的牛羊才可以，羊才可以做献祭，鸽子都没有瑕疵的，无瑕疵的，所以就可以上下其手。你摕来，羊啊，这个有瑕疵，那要在圣殿里面跟他们交换，要买。都有人上下其手，所以讲，主耶稣基督要定时给以前做什么工作？洁净圣殿，破坏人家的既得利益。基督徒经常会破坏人家的既得利益啊！所以我们是没有瑕疵的代价是什么？结果是我们把我们从罪的奴隶、诅咒、死亡和地狱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跟上帝隔离。所以更重要，因为我们跟上帝隔离，所以谢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跟上帝隔阂。那个最终的代价是咱大家上帝隔阂，不是甲魔鬼买物件来。你上重的是咱会当甲上帝搁在做伙，称作阿爸爸，称作上帝囝儿女。所以主要说基督受定，后来当得到啥？得到救赎啊！所以得到救赎上重啊，罪得到赦免。好美的一句话。罪得到赦免，上次我们有讲说罪有3种，你本来就有罪。罪根，上帝替我们洗清，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洗清，上帝的恩典洗清他的罪。可是相对的，我们会不会再犯罪？会，而且甚至我们做出行动，这明明都有罪，你没啥干做，但是你去做。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罪是什么？嫉妒。那一天，上恩伊俩北嘛做牧师，我的大哥当牧师，伊甲咱讲上恩。你报告卖写啊，那哪些老师都唔敢给你改。他写的中文、英文、希伯来文全部写了，然后写的好像写论文。他每天报告就像在写论文，成绩难怪很高。可是成绩越高，人家就真的是痛痛的打你。我老爸当他讲，剖那秃头生角，听得懂吗？只要你那个锋芒一露出来，人家就立刻打。上帝说：“可是我没有认真学，对不起上帝。我要对不起上帝，还对不起人呐、我要迎合上帝还是人呐、我说不要管，你要迎合上帝，你要做上帝所喜欢的，而不是做人所喜欢的。所以有人劝我说：蔡聪，你大概不要做的那么多了，这样做的那么多，其他人看得会很讨厌。
可是没关系，我一生才活多久？了不起100岁。其实我觉得活不到100岁，放心好了，你们放心好了，我就活不到100岁。可是我们做的是什么？做上帝叫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做吕代豪牧师的时候，其实在这之前我问过几个人，我问过长老会的牧者们，他都叫我说，绝对不要讲吕代豪牧师的事情。嘿，做主人帮的黑道，他有可能给做到多好？都有罪的人，怎么可能可以当牧师？那个是沽名钓誉。可是很好玩的是，我问一些外交炮有名的牧师，他跟我讲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是得到最大的赏赐。那个人不做黑道老大而去传道，光这一点就让他非常感动。我不晓得你怎么想的，这个人有罪，谢长老你有罪哦，你上次没有来上圣歌队哦，你有罪。我们每天到晚在讲人家有罪。可是不要忘记，当他放下屠刀，真的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得到的赏赐是大的。保罗当时在破坏基督徒的时候，他在咬牙切齿尸体坊的时候他还保留衣服可是如果没有保罗的话，今天的基督教就只有在耶路撒冷传不到欧洲，传不到亚洲，传不到我们来。昨天长子有去参加中会的训练，那么那严长老特别把那个 PPS 传过来，在讲的什么潘福华牧师等的这些传道者的历代的事迹，让人感动吗？当然很感动。但是他们有没有得到那些荣华富贵？没有。可是我们从李代豪牧师的身上看到什么？他真的是真心悔改。但有人讲说，这个有点戏剧性夸张。他的太太为了去看他写了500封的信，等他10-20年出来跟他结为夫妻，怎么可能？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好不可能的？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利百加？连相亲都没有，那个连高龄，红高红，他连高都没高掉。我还跟我太太高了就认识那个以撒娶利百加，连看一眼都没有，就直接娶了。你们谁敢？今天主任，妈妈跟你介绍一个很好的妻子，明天你就结婚，就订婚，主任好不好？你看你的被摇那么快嘛，你要慢慢再摇好不好？一下就立刻摇头。但是不否认，有时候神所指定的就是他的美好。所以李代豪牧师里面就有一个说收刀入鞘，他演这个电影的时候，听说很多人看了以后都非常的流泪，非常感动。各位有空的话去看他的事迹。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是这张图，他有2个女儿，都在伯克莱念书。他讲一句话：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主的话，我的女儿就成为大姐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得救的人生。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你愿意得救吗？你愿意让你的罪得到赦免吗？你有遇到苦难吗？你在苦难之中会不会欢欢喜喜的？你当这欢欢喜的，欢乐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的话就有那个盼望。盼望的话，你就不知羞愧，因为上帝借着圣神将他的爱浇灌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愿意让上帝的爱浇灌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器皿，让我们这个福分来服侍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等你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用力的跟以赛亚所讲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主你保守我们，有救助你帮掌管，我们将在你面前。能够分别罪行，在你面前得到主要所基督救赎，在你面前我的罪得到赦免，安尼祈祷，用主要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一人吟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来宣奉献诗。上演386首，上演煞咱带电脑来祝祷。起来，领受上帝祝福。我哋得到主要所基督无穷无尽的恩典，天父上帝因为改变的疼痛，圣神的安慰相当因带万众今日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所。阿门。阿门。请坐。这是我的报告。下礼拜有使用者，请咱来质疑。有关奉献部分，请咱来家己来看吼。若是有出入，请用中级来订正。咱今日礼拜后，赶快有小组的分享吼。进度是增员吼，23到90。希望伫迄个所在会当为着几项代志来代祷，咱代祷的事项有写伫下骹。第二项，咱今日自会好，自会后有咧召开定期的中级会，请中级来准时来出席。第三，咱后礼拜的护理团课有咧请姚队长来讲生活的分享吼，请咱来参与安尼。即声请圣歌队来做祝祷的歌啦吼，祝祷的歌。
这是咱行平安礼。